親愛嘅兄弟姊妹，所有存在嘅嘢，佢哋個基礎都係有基礎。如果冇呢個基礎，就好似流沙一樣。喺呢個基礎上高，天主亦都創造咗人。聽過福音之後，我哋見到耶穌用好多時間係有兩面俾我哋睇到，讓我能夠同你哋去反省嘅。一個就係自由，一個就係依賴。天主創造人，使人擁有自由。但如果冇自由，愛就唔可能存在。自由係人類存在中最美麗，但係亦都最危險嘅一部分。真正嘅自由並唔係想做咩就做咩嘅，而係能夠去選擇真理同埋愛。當我哋喺生命裏邊能夠選擇真理同埋愛嘅時候，呢一份係更加好，亦都係屬於天主嘅。呢個亦都係生命深度嘅意義，係比一切都更加重要。就係好似耶穌俾咗我哋，提醒我哋誡命就係要去愛。自由係一份恩賜，但係冇自由，生命亦都失去咗意義。人時時都受到誘惑，要放棄自己嘅自由。耶穌話俾我哋聽，真理必會使你哋獲得自由。呢句話永遠都有效，今日同樣都係有效，因為真理永遠都係自由嘅核心。而真正嘅自由必然係跟隨真理。真理同自由係密不可分，佢哋係同屬於一個生命，一個整體。同樣一個存在，真理比權力其實更偉大，因為真理係永存嘅。我哋都知道，權勢、政權同武力都只係短暫嘅，就算幾強大都好，都係會過去。聖保祿提醒我哋話，基督解救咗我哋，就係為使我哋獲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穩，不要再讓自己受奴役嘅軛去束縛。親愛嘅青年人，所以今晚，如果我要問你，要話俾你聽，唔好將自己出賣俾任何人，因為我哋係天主嘅肖像，係愛嘅肖像。但係呢個世界實在充滿咗複製品，亦都充滿咗被收買嘅、被囚禁嘅、受束縛嘅人。我哋所身處呢個時代已經係成為一個充滿各種依賴嘅時代。我哋依賴嗰啲
所謂承諾俾我哋自由嘅嘢，但係佢哋根本只係不斷嘅承諾，但係結果卻使人越嚟越失去自由。嗰啲承諾包括讓我哋依賴呢個數碼世界，不停咁需要社交媒體、資訊流，不斷咁追睇新聞、影片同埋各種嘅意見，讓我哋亦都成日依賴自我，過分咁樣去沉迷於自己嘅外表同埋自我中心，亦都讓我哋時時陷入咗依賴他人嘅認同，總係需要別人嘅接納、讚賞同埋肯定，亦都依賴咗安逸，去逃避任何嘅犧牲、努力同埋唔舒服，亦都依賴消費，相信快樂係可以靠買更多嘅新事物嚟獲得，亦都依賴娛樂同埋分心，以至於不能安於靜默、獨處同埋專注，總係要不停咁讓自己忙於某一啲嘢。呢啲都讓我哋亦都係成為一個引頭咁樣，而且我哋亦都好多時依賴權力同埋控制，總想操控他人、操控環境同埋結果。o kontroli, o potrebi da upravljamo ljudima, okolnostima, ishodima. 亦都我哋好多時依賴色情，呢個亦都係呢個時代最普遍嘅一個成癮之一。佢扭曲咗人對愛情同埋人性尊嚴嘅理解。自由就係咁樣被成癮、被權力、政治、金錢、名譽同埋各種虛假嘅承諾所吞噬、所收買，以致我哋失去咗愛，失去咗人應該有嘅尊嚴，亦都摧毀咗人性同埋靈性。但願你哋唔好如此，唔好咁樣。自由同苦難其實都係好珍貴，因為如果我哋濫用自由，其實係會帶嚟痛苦。我哋睇返人世間嘅邪惡，唔係源於自由本身，而係源於自由被濫用。讓我哋勇敢嘅係能夠成為與其他人嘅唔同，讓我哋進入到我哋嘅心裏邊嘅寧靜當中，能夠尋找返嗰份嘅平安。讓我哋唔好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嘅各種嘅依賴，讓我哋千祈唔好跌入咗去咗呢啲咁樣咁各種嘅依賴裏邊。親愛嘅朋友，讓我哋明白，我哋所相信嘅就係我哋要源自於基督所俾我哋嘅教導嘅價值，讓我哋能夠棄絕所有嘅物質嘅嘢，而能夠去跟隨耶穌。其實佢亦都同我哋講過，就係若果想成為大嘅，就該作一個僕役去服務。
Kad on kaže 我相信其實當中有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我哋可以點樣去前行呢？個問題就係你想唔想呢？有邊個係想嘅呢？ vodi uvijek do patnje. 其實我哋睇返自由，好多時都會當濫用嘅時候，會帶嚟痛苦。其實人世間嘅邪惡真係只係源於自由被濫用。每一個人不但要為自己負責，其實都要為其他所有人負責。係一個俄國嘅作家杜斯托也斯夫斯曾經係喺佢嘅作品裏邊講過，人往往願意用自由去交換麵包，即係物質上嘅安全感，亦都去交換權威，即係由別人替自己做決定。佢曾經好有智慧咁話，當一個人嘅自由被奪去嘅時候，佢就係奪去咗使人真正能獲得幸福嘅唯一嘅道路。當一個人佢係真正自由嘅時候，佢係會係喜悅嘅、快樂嘅。只係當一個真正自由嘅人，佢先能夠真正咁係成為一個快樂嘅人。另外一個現實就係上主俾我哋嘅十誡誡命，其實就係要去愛。 800 godina Svetoga Franje. 而愛正正就係聖方濟各俾我哋嘅一條道路。今年我哋紀念一個偉大嘅禧年，就係聖方濟各800週年紀念。800年以嚟，聖方濟各不斷咁提醒我哋要做一份功課，愛比一切都更重要。愛能夠打開天國嘅大門。800年嚟，佢不斷咁樣去呼喚教會，呼喚我哋喺複雜之中回歸單純，亦都呼喚呢個迷失嘅世界重返福音。喺800年前喺方濟會嘅會規裏邊頒布嘅時候，其中第一句亦都係最重要一句，就係話小兄弟會嘅會規同埋生活，就係遵守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神聖福音呢一條會規。福音除此以外再冇其他㗎喇，但呢個已經足夠我哋每一個人。聖方濟各只係提醒我哋乜嘢先至係真正重要嘅。簡單咁講，就係話呢個就係最重要嘅福音。除咗福音，再冇其他㗎喇，就係已經足夠俾我哋每一個人㗎喇。你唔一定係要成為方濟會士先至能夠明白或者接受並且去活出呢一份精神。聖方濟各提醒我哋，其實就係咁單純。當我哋去施予嘅時候，其實就係能夠獲得。只要真正明白呢一句話，我哋就能夠活得更好。聖方濟各帶領我哋返去個起點、個根基，亦都係回到呢一次青年節嘅主題，就係去認識自己嘅根基，再一次認識基督。其實愛就係創造自由嘅一個途徑。如果冇愛嘅自由，就會變成一個個人主義。
冇自由嘅愛，亦都會變成支配同埋控制。就係簡單好單純咁講，就係一個冇自由嘅人，唔可能建立一個更美好、更嶄新嘅一個世界。喺愛中生活嘅人，佢哋亦都係締造咗自由。有自由嘅愛，亦都係一個個人嘅建設，讓個人能夠得到釋放，成為一個自由嘅人。呢個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根基。如果一個冇自由嘅人，亦都唔可以為呢個世界帶嚟更好嘅。正如一位智者佢曾經講過，如果喺囚禁當中，人唔能夠去孕育生命，簡單咁講，即係話一個受束縛、冇自由嘅人，佢係冇辦法創造任何真正嶄新嘅嘢嘅。因為我哋嘅文化裏邊，就係要我哋去分辨，我哋唔使太複雜，只需要去單純咁樣去睇到最簡單，我哋就係要去愛。呢個現代嘅自我嘅我，呢個好似由於自我嘅中心，其實就好似已經係迷失咗。我哋好似喺音樂啊，喺文化當中啊，喺政治正確當中啊，或者係政治本身，甚至乎單純喺體育種種社會嘅情況，我哋都睇到呢個現象，就係政治好多時已經淪為貪腐、交易，甚至係出賣人同埋價值。喺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一定係要與呢個世俗不同嘅。我哋一定要係挺身而出，我哋要勇敢樣去對嗰啲唔自由嘅一切，嗰啲沒有愛嘅一切去說不。呢個亦都係耶穌教導我哋嘅。我哋要成為酵母，我哋要成為呢個世代最好嘅。我哋要選擇愛同埋自由，亦都選擇愛，呢個必定係會為我哋帶嚟幸福。選擇真理，因為真理就係天主。選擇福音，因為福音賦予我哋生命嘅意義。只有自由嘅人先至能夠真正咁去愛，而愛亦都永遠係會為我哋指出條道路。我相信，如果我哋真正咁樣接受呢個咁嘅根基，呢個咁嘅真理嘅時候，我哋喺生命裏邊永遠唔需要害怕，我哋可以能夠面對一切，亦都唔需要去悔疚生命過往所發生嘅。但願如此，阿們。